地人在地前来看台南市文化局邀请艺术家伫个赤坎文化园区施工的围篱仔顶来画艺阵的图像，那甲施工的围篱仔艺术化，嘛来展现在地丰富的艺阵的文化。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邀请少年艺术家蔡维金，伫咧成功路赤坎文化园区，踮咧70公尺的工程围篱仔，策绘出民俗艺阵的图。后宋江镇，然后还有我们有画那个府城迎妈祖这样。艺术家蔡维金讲，园区改造工程围篱仔美化，会当结合文字教育，将台南珍贵的艺阵图画伫咧围篱仔顶，透过现场提供的 QR code， 互更侪人熟悉台南市的文化资产。 那个英文的，就是义珍的名字，然后还有就是它里面有介绍影片的 QR code 放在上面，这样。台南市文化局讲，台南市民俗艺阵是真多元，已经有30个艺阵团体登录做无形文化资产。每一个艺阵拢牵挖历史文化和生活信仰的力量，这珍贵的艺术彩绘，毛当地变甲真活力。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